啊，比賽咧就即刻係會展開噶啦。咁啊，兩隊咧亦都揀咗咧呢個防守同埋進攻嗰方面噶啦。咁啊，香港隊係喺咧我哋咧呢個咧係左手邊，即係話挨住香島中學嗰方面，向雀仔公園嗰邊進攻。相反嘅方向咧就係白衫白褲白襪嘅呢個中國隊啦。嗱，我再講多一次，我哋嘅位置，我哋係坐向咧背脊係對住花墟道，對面呢就係界限街，左邊呢就係香島中學，右邊呢就係雀仔公園。首先係中國隊開波，哇！一開波已經見到咧呢個寶蓮奴咧向對方係搶絕噶啦，咁但係結果俾馮瀟霆咧將個波控定咗之下，執咗過嚟啦，呢個右手邊，咁啊喺呢個右邊咧係上去啦，睇下呢個波去唔去到先，推順兩步冇辦法喎。香港隊咧已經喺前場咧就開始撲擊佢噶啦，咁結果個波將個波咧諗咗出去咧，呢個咧係橫邊界外。張林鵬啊已經係將個波抌翻入嚟俾咗呢個梅芳，梅芳再猜過嚟右路，睇下呢個咧馮瀟霆執俾呢個周正一個長傳，最高路線嘅左手邊，哇犀利啊！基拿馬趁住咧對手嘅楊旭未攞波之前呢，已經將個頭槌頂咗出去橫邊，界外球咧就係呢個周正上咗嚟前場，距離底線打12碼都抌出呢個架球，俾翻佢一左路，出唔出？出唔到啊！將波撳翻入嚟，好嘢，但係好嘢都冇用啦。雖然啊呢個咧冇女啊，冇女啊咁啊。三個石嗰個女啊，唔係女人個女啊嚇，唔好話冇女咁啊，冇女，將個波攞唔到之下咧，就碌咗出去底線。葉鴻輝咧將個波擺定喺6碼點咧，預備開出啊！呢個咧係球門球，我睇下啦，呢個咧係葉鴻輝係點樣開法。咁啊，香港隊咧已經係全部咧係向前場噶啦。咁啊，而家見到陣容裏邊，頭先咧我哋喺度講緊究竟積斯利係打邊個位置咧？原來積斯利啊打右邊嘅防中，相反李志豪咧就打咧最後嘅右閘嘅位置。咁啊，佢嘅面對嘅球員咧就係武磊。好啦，加球都係中國隊喺自己後半場嘅左邊3閘線附近，一抌翻入嚟啦。見到標前啊，呢個楊旭想話用個後抽俾自己隊友，結果甩底，張建峰一腳解圍，去咗嚟前場，即使你係攞唔到，但係球證話中國隊冇女犯規，結果咧就香港隊有個自由球。自由球咧就見到咧呢個白鶴攞住個波，預備咧開出噶啦，中線對前大約6碼喺最高路線嘅右手邊，右翼邊隨對埋嚟咧8碼，斬個禁區邊緣落，基拿馬去到前場，想話係跳挺嘅，但係麥基就喺呢個底線嗰度，哇！吹罰中國隊黃牌啊！黃牌啊！呢個波球證已經飆埋去，係揞緊嘅，但係結果冇揞，係黃啊！呢個咧就係張林鵬啊！嗱，所以我哋今日有個馬藝喺度咧，完全係唔同啦。佢即刻第一句就話張林鵬咁樣就黃牌警告，因為佢魯莽咧，其實都比較出名嘅。好，冇問題。好啦，喺最高路線嘅左邊，啱啱近國球旗點嗰度啊，係有一個咧自由球，距離底線1碼。咁啊睇下咧，呢個香港隊啊，有冇辦法憑住呢個死球先可以記錄啦？咁啊而家球證雞聲吹響咗之後，左腳一斬埋嚟近住一滴啦！哇，左腳啊喺近處大約離門啊係6碼近底線嗰度，哇！見到原來呢個基拿馬嚟噶，呢個法圖斯嚟噶，搶到前面呢係將個波機會呢係送咗入網，結果呢就係球門球。球門球開之後，另一個波轉咗落咗嚟，馮瀟霆咗啊！馮瀟霆執咗埋嚟，中間俾咗黃博文喎，黃博文躲得咁後，再送過去一個左邊，張林鵬撳翻個地方埋嚟中間，俾翻呢個梅芳，再送過嚟左邊嘅馮瀟霆，馮瀟霆細力俾咗周正，周正沿住左邊過積斯利，過埋第二個，但係可惜俾落嚟咧已經慢咗少少，俾武磊攞翻，俾翻隊長鄭智，鄭智又唔去得，又俾翻後邊嘅馮瀟霆，馮瀟霆細力。送咗過嚟，走翻嚟中場攞波嘅黃博文，攞住個波再側過去左邊嘅梅芳，梅芳攞定，細力俾翻後邊一啲嘅黃博文，黃博文又俾翻佢，佢又唔去，又送翻後邊啦，俾翻呢個馮瀟霆，仲喺自己嘅後場，一路推住喺中圈攞波界前場，斬過嚟左邊死咯呢個波，因為咧周正啊走上去前面，佢個波送咗去後邊，結果個波出咗界。嗱，呢啲咧就係壓力嘅問題啦。
就算你球員點樣叻都好咧，都有壓力嘅，因為佢好斯帕克係話齋非勝不可，呢樣嘢就係壓力嚟啦嚇。好啦，睇下中國隊有冇辦法啦嚇。基南馬將個波攞翻定咗，俾翻後邊法圖斯，右腳一腳送出嚟，左腳一撐嘅黃博文撐咗去俾自己隊友，沿住左邊嘅右邊嘅張林鵬推順兩步打橫包到犀利，唉！俾白鶴連人帶波搶得咗個波撳翻入嚟，但係最後都係落翻喺中國隊嘅黃博文腳下。黃博文一攞波又甩腳，球證係咪吹啊？冇吹啊，吹咗啦！呢個香港隊嘅保連奴。好啦，咁啊而家咧見到終於攞波界嘅前半場，中國隊咧有一個咧自由球啦。送咗出嚟啦，沿住左邊上嚟助攻嘅張林鵬，細細力俾翻後邊嘅鄭智咧喺中英海波界嘅前場，左腳扳過嚟右路上嚟助攻嘅呢個周正細細力咧俾翻武磊再猜埋嚟中路，呢個黃博文一腳已經甩咗底啦，最後咧就俾包到埋嚟中間嘅呢個梁振邦咧一腳解圍，但係踢咗出嚟又俾馮瀟霆接波，馮瀟霆細細力俾梅芳猜翻過嚟走翻嚟後半場攞波嘅于大寶咧俾張林鵬喺呢個右路兩個人夾擊之下推落底線一埋嚟中間甩底啊！好在咧呢個咧係法圖斯醒目，一腳咧解圍踢咗出去橫邊界外球咧就係咧呢個咧係中國隊嘅上半場開波5分幾鐘，未夠6分鐘，雙方咧仲係打成咧呢個咧係0-0平手啊！咁啊一開波咧見到中國隊都唔係好似上一場喺呢個深圳打嗰度一開波搶攻喎，而家佢都較慢反喎，慢慢嚟喎，唔急喎嚇，咁啊所以話咧呢個波咧係相當之好啦。咁啊睇下中國隊咧喺呢度咧點樣辦先，睇翻另中間俾翻呢個馮瀟霆再側過嚟周正攞住個波推橫咗，直攝入中間，攝過去右路俾武磊一斬又冇用啊！又俾香港隊咧係將個波咧截咗弧，變咗出去橫邊界外球咧就係咧呢個咧係中國隊嘅，已經抌入嚟，于大寶起腳射，但係過唔到咧呢個咧法圖斯，俾法圖斯打橫一攔咗個波出去橫邊界外，距離底線咧呢個咧係大約係4-5碼到啦，有一個咧係自由球嘅，有一個界外球。我睇下界外球咧邊個去抌啦？如果有臂力咧，可以抌到埋嚟嘅。張林鵬一抌翻去後邊，俾咗咧呢個咧係自己嘅隊友。咁啊，記過呢個波咧係好啦，歡迎咧一台嘅聽眾一齊咧係收聽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數碼35台嘅現場直播，呢個咧2018年嘅世界盃俄羅斯嘅外圍賽 C 組嘅賽事，香港對中國已經係打咗7分幾鐘，比數仲係0-0，唔使驚，你哋仲聽到未入波嚇，咁啊仲係0-0平手嘅。雙方嘅出賽陣容嗱聲同大家交代，香港隊守門員係葉鴻輝，後防有2號李志豪、5號基拿馬、3號法圖斯、13號張建峰，中場有14號積斯利、10號梁振波、4號白鶴、11號辛祖，兩個箭頭17號保連奴同埋22號嘅麥基嘅。咁至於中國隊嗰方面呢，守門員係黃大雷，有5號嘅張林鵬、3號梅芳、6號馮瀟霆、4號周正、22號于大寶、10號鄭智、16號黃博文、15號吳曦、7號武磊同埋9號嘅楊旭打前面啦嚇。咁啊嗱聲同大家講，主要原因就係話已經開咗波7分幾鐘噶啦，中國隊喺左邊嚟過，周正送翻後邊冇用啦，因為已經有人埋到嚟啦，保連奴追佢，黃博文一扯過右路，俾咗呢個張林鵬一個回傳，睇下俾吳曦落底線吸過一個，再吸唔過第二個咧，但係球證俾得益，希望俾得益啱噶，唔好鬧啊！呢個波咧，球證係想俾中國隊攞翻係得一規條，但係最後都唔得，所以就吹罰咗呢個香港隊。咁啊，將呢個中國隊啲球員嗱聲走埋去同球證理論，使唔使啊？唔使啊，吹罰咗咯。好啦，咁啊佢唔知係咪話唔俾牌啊？因為咧開波幾分鐘啊，中國隊嘅張林鵬啊已經有一個黃牌在身啦嚇。
咁啊，你唔好有咩意喐，有咩意喐啊，整多你一件你就變咗紅牌球員啊！嚟到香港做紅牌阿姑。好啦，自由球距離底線大約係6碼，啱啱先喺中個路右手邊大禁區對出，唔夠2碼。呢個波危險㗎，你唔好話啊！咁啊睇下咧，呢個中國隊有冇機會憑住呢個死球先打開紀錄啦。咁啊，而家仲未開出，因為咧球證咧喺中間咧係處理緊咧嗰啲球員嗰啲無手無腳，大家都有噶啦。咁啊，球證響咗雞聲，一站出嚟，第一時間冇用啦，俾香港隊解咗圍啦。但係最後仍然落翻喺咧呢個周正腳啊，周正扯咗過去呢個中間路線嘅右手邊，喺右路咧想話上嚟助攻，但係結果唔得，唯有俾翻後邊嘅梅芳一腳一扯。貼門得滯，但係唔緊要喎，竟然俾佢頂翻出嚟，即斯利加上一頭踢出解圍，保連奴一推左人前進，左人前進嘅咧就係周正啊，周正啊特登走埋去阻一阻保連奴，咁啊令到保連奴係跌喺度，咁佢亦都瞓咗喺度，咁啊大家一撞之下咧，球證啊應該就吹罰咗周正噶啦，咁啊睇下俾唔俾牌嘅啫嚇。咁啊！而家保連奴咧就瞓咗，保連奴攞呢個波攞得相當之靚，一見到周正埋嚟一推，直情咧係推過咗佢想走嘅，但係周正啊冇理個武器，老虎都埋嚟撞你一下，咁啊結果撞到佢成個瞓咗喺度，咁大家而家兩個都瞓咗喺度嘅，咁球證咧就走埋去啦，係處理緊。好啦，首先保連奴亦都趌翻起身，咁啊另外周正亦都係俾佢哋嘅軍醫治理過之後啊，係起翻身冇乜事。球證啊埋去話俾佢聽，你出去，咁啊呢個保連奴都要出去，好嘢！嗱，呢啲就係世界盃球證啦，係咪啊，冼家瑜？係啦，冇錯啦，我見到幾下執法咧，做得相當之好啊！呢個球證，咁啊再講講啦，呢位係嚟自巴林嘅蘇克拉拉啊。OK， 好啦，咁啊準備咧就開波啦，咁啊香港隊咧就係有個基南馬準備開啦，將個波執翻俾中間嘅法圖斯喺自己後半場嘅中半圈嘅位置啊，再俾佢左邊啊俾張建峰嘅，張建峰前面再俾佢白鶴轉到身咯，轉到身推兩步冇人逼佢，一個直線再進攻左路位置，好啦，麥基去到進攻左路位置，走到邊尾就埋揦翻個波翻嚟，但係真係又快，自己帶波埋出界，追到立到自己踢埋出界，好啦唔緊要啊，好啦中國隊進右後防位置有間嘅球，咁啊國球旗數前啊，大概5-6碼位置到啦，咁啊準備掟就係張林鵬啊，一掟上去啊，有邊個頂啊？落咗嚟頂咧就係有于大寶，線咗後邊之後咧再立翻個波，再俾翻中間嘅位置，咁啊唔氣咧立翻個波之後帶出重圍啊，將個波去到中間位置，哇！但係呢邊新組咧相當之犀利喎，勤力啊將波執翻俾後邊基南，哇！基南喺度吸過咗對方于大寶衝上嚟，相當瀟灑，但係個波一俾張建波時又漏有，嗱中國隊自己右後防位置有個界外球啊。係咪？但係個中線對後5碼位置，將個波逼過嚟俾張林鵬，轉過左手邊啊，見到馮瀟霆再望前邊，再俾左手邊嘅周正啊，周正立波俾中間嘅黃博文自己再立波，再轉個方右手邊上嚟嘅梅芳啊，再望兩邊，右邊仲有張林鵬，一轉個身之後即刻個前邊翻落嚟嘅攞波唔希，好啦唔希一個嗰兩個之後咧，麥基咧篤咗波俾後邊，飛到盡啊，白漢俾自己人俾咗麥基，再前面再飛咗腳，中國隊又飛。哇！真係以為真係話係咁飛啊！哇！呢度真係唔知以為呢個打緊仗咁。嗱，足球場就真係打仗一模一樣啊！哇！呢場波真係大戰味濃厚，呢場波真係大家唔要腳噶，哈哈！好啦，準備啦！我哋見到香港隊呢，張建峰準備開呢個罰球嘅，喺個中線數後大概6碼位置到啦。咁喺邊線數翻入嚟5碼位置喺左路啊！好啦，將個波執翻中間俾基南馬。好啦，基南馬沿住自己右邊嘅位置越推越過半場噶啦。好，就轉個方向，哇！紅色俾白色，亦都俾中間嘅黃博文就撻到個波啦。揦到波之後俾翻中間嘅位置。好啦，過咗半場啦，黃博文。好啦，再望有冇人上嚟幫手？冇啊，得翻轉頭。好啦，轉個方向俾張林鵬。好啦，無人看管之下單對單對張建峰，有冇機會啊？揦個波，兩個架身，3個架身，落緊條威，一個過兩個有大禁區位置。好在咧就梁振邦衝出嚟咧就解出重圍啊，將波踢到前邊，但係咧亦都用啲鄭智腳下。鄭智前面去唔到啊，將個波翻俾佢梅芳對中間黃博文做個撞牆轉個方向啊，俾咗馮瀟霆嘅，馮瀟霆沿住個波去左路位置越帶越前，好啦，第三入線位置督到前邊啊，俾武磊，但係俾將香港隊球員李志豪咧快人一步將督前嘅，再俾翻前少少，即使大腳踢上前無人地帶，咁變咗黃博文咧輕輕鬆鬆將個波立翻落嚟先。好啦，將個波俾翻梅芳，再俾翻呢個嘅黃博文，再轉個方向右手邊個張林鵬。
好啦，張林鵬前面去唔到喎，又點啊？搞咗中間位置，再俾翻左少少位置咧，馮瀟霆嘅左邊嘅周正已經走上前㗎啦，冇錯啦，過晒半場啊！再睇武磊前面再嚟，哇！李志豪後邊夾硬咧就踢佢後腳，好啦，即刻好快開中國隊，但係球證話慢慢嚟，唔使咁急嘅。係啦，即刻咧球證就走去個李志豪就講話慢慢嚟喎。李志豪話伸一隻手指喎，第一次啫喎，咁冇辦法啦，你第一次俾我睇到你踢人，咁冇辦法啦。好啦，咁啊準備好呢個罰球啊！中國隊咧就係慢慢黃博文嘅位置就係呢直頭香港隊嘅後備直對前啦。哇，金滿軍前面大概4-5碼嘅位置到，咁直頭喺30線中間正中嘅位置。好啦，舉單手睇下乜嘢戰術啊！我企前柱嘅位置，但係過唔到基南啊，太過踢上前。好啦，踢咗上前之後咧就完全無人地帶，亦都係俾中國隊啊嘅周正咧立咗個波翻落嚟之後啊，再俾翻前少少嘅黃博文嘅，黃博文啊去唔到啊，再俾翻後面嘅周正轉個方向啊，咁啊俾咗個張林鵬嘅，好啦，立咗個波之後再望望中間翻落嚟落波嘅就馮瀟霆。好啦，馮瀟霆慢慢嚟啦，而家突然間谷一段時間之後，你而家就慢慢好啦。你而家見到咧，黃博文一揈俾佢進攻右路嘅位置啊，俾咗張林鵬嘅，再頭槌一點點前啦，想俾吳曦去哨嘅，但係都過唔到啦。呢邊翻嚟就張建峰啊，將個波分出去橫邊界外。好啦，中國隊張林鵬準備掟界外球啊，即係球旗數翻去18碼位置度，又俾翻張林鵬。好啦，落底線位置，已經過麥基。好啦，一個佢喺後處有冇人？頭槌頂翻咗去，一個踢飛球啊，殘雞腳撐落去咧就係呢一個楊旭嘅。頭槌一頂啊，冇女俾中間啦，即係盧陽旭即係個殘雞腳，但係咧就撐高咗個波啊，咁啊都係咧就有驚無險，所以咧就見到葉鴻輝就慢慢嚟啊，哇！因為就中國隊咧連番咧係咁撳住咧香港隊嚟嚼喎，可以咁講，咁啊所以咧葉鴻輝就慢慢嚟。係啦，咁啊見到咧就見走埋嚟，法圖斯話想攞波嘅，抹翻落嚟嘅邊線位置，但葉鴻輝話唔好啦，我踢上去啦，唔好做 build up 啊！好啦，大腳踢上前啊！好啦，隻打點咧俾咗麥基頭槌一線後，但係冇人啊接應，咁啊線後咧就俾梅芳立咗個波之後咧俾翻前少少啊，再嚟張林鵬，好啦過咗半場噶啦已經，前面去唔到得翻後邊，好啦張林鵬立翻波即係帶頭帶順啦，再轉個方向俾鄭智完轉個波咗咧，就轉個左手邊啊，翻嚟個馮瀟霆喺自己左後防位置，不過前面嘅周正咁啊遞唔前啦，唔踢喎，而家先做撞牆啊同武磊，冇錯啦，嗱立翻個波之後咧就再仰兩仰位。哇！少林足球出現咗冇人地帶之後自己仰頭，好啊！咁啊將波嘅逼翻後面俾馮瀟霆，馮瀟霆俾中間位置鄭智再俾翻於大寶執喺前邊俾吳曦啊，吳曦再同佢楊旭咗撞牆，但係亦都係咧見到法圖斯啊橫身一瞓啊將佢瞓出橫邊界外嘅，咁啊張林鵬啊即刻將個大球掟過嚟啦，3線中間嘅位置一側到前邊啦，就俾吳曦打時間斬上嚟，又結果過唔到梁振邦啊！哇！而家中國隊亦租咗咧嗰啲旺角場半場嚟踢咁喎。好啦，咁啊而家見到梅芳將波揈喺左手邊嘅周正執翻後邊嘅馮瀟霆咧就如果右叫翻右腳之後，慢慢咧掃把腳彈翻去右邊啊梅芳做翻佢再執去最右手邊嘅張林鵬。哇！張林鵬就慢慢嚟啦，將個波就俾翻後邊嘅梅芳轉個方向左手邊啦，咁啊馮瀟霆嘅，啊馮瀟霆慢慢啦，再望一望又叫翻右腳又俾唔到喎，又俾翻最隔離嘅拍檔咧就梅芳啊。咁啊，全部即係香港隊球員啦，前面留翻新組啦，同埋富連奴啦，已經縮咗自己嘅3閘線嘅位置啊，基本上咁啊，已經呢隻中國隊嚟推咗成個半場嚟踢㗎啦，可以咁講，慢慢嚟啦。好啦，馮瀟霆又係俾翻梅芳，再執咧右手邊呢就張林鵬嘅，啊於大寶嚟喎，係嘛？於大寶甩個波再俾咗張林鵬咧就叫翻去中間嘅位置，一叫兩下之後咧就前邊亦都見到啊，咁啊埋嚟嚇佢咧就係張建峰嚟嘅，咁啊將個波執翻後邊俾梅芳啊轉過最左手邊中間位置嘅馮瀟霆，嗱將個波推傳啦，3入線位置打時間將佢進攻左路位置，好啦周正，好啦單對，即使你喺過到拉埋你嘅李志豪咧就係爆嘅，即係中間俾武磊打時間撞大力得滯啦，想控但係自己係撞到亂晒龍，咁啊將個波出去橫邊界外。咁啊，界外球咧就係香港隊嘅，咁啊喺呢個時間咧，哇，都稍為立一立。哇！一開咪第一台一開咪咧，我都唔記得介紹，我哋今日有一個特別嘅嘉賓，就係廣東省電台嘅足球評述員。哇！我哋都係老朋友啊，馬毅今日咧落嚟我哋咧坐陣喎，多謝你馬毅。多謝你俾機會我坐一個咁靚嘅位睇一場咁關鍵比賽。唔緊要啊嚇，咁啊而家咧我哋繼續咧就講翻呢一場嘅比賽啦，因為電台第一台咧實在開始啊太慢啦，冇辦法啦，一開波已經7分幾鐘，咁啊所以都掛住講波，都唔掛住介紹，好抱歉啊，對唔住。好啦，咁啊而家咧香港隊上嚟一個反擊，但係冇用，最後咧亦都俾梅
方咧將個波送翻守門員黃大雷，黃大雷咧再抌翻個波出嚟咧，俾翻呢個梅方，梅方攞定，細力走翻嚟後半場攞波嘅黃博文，交拋文啦，一腳交入去禁區邊緣，呢個武磊啊飛身啊壓到李志豪咧去頂噶啦，但係可惜頂得冇力，益晒咧呢個葉鴻輝。咁啊將個波咧就攞翻定先，攞翻定咧睇下點樣搞啦。咁啊今日咧大家都個目光都係集中喺葉鴻輝嘅身上噶啦，一頭咧頂翻過嚟，李志豪加上一頭頂咗過嚟，所以俾寶蓮路嘅，但係亦都俾啦對手嘅吳曦一快一步咧，係將個波解嚟俾武磊，武磊心外一照，照咗個波落嚟，慢慢推進唔去得，唯有後邊俾翻呢個周正，周正再叉翻埋嚟中間俾翻呢個梅方，梅方咧喺左邊唔去得，去右邊啊，俾阿張林鵬，張林鵬細力俾于大寶，于大寶一個回傳俾翻佢，但係可惜個波機會出界，最後咧張建鋒攞翻地，俾翻過嚟新組，新組一得住對手，俾人踢咗兩腳，再踢一腳，終於踢到佢跌喺度，球證係吹罰咗梅方，咁啊但係唔使俾牌嘅呢啲波啊，好啦咁啊結果呢個波咧就係香港隊嘅自由球。張建鋒咧預備開出喺中線對後，大約6碼到進攻路線嘅左手邊，亦都係香港隊嘅左邊嘅後防邊線對埋嚟呢4碼，張建鋒一腳啄高個波，從高而落，馮瀟霆一頭咧頂出，新組第一時間喺離門28碼一個地波撳射，可惜個波撳到離行凌亂出界，變咗咧就係球門球，球門球咧就係於大呢個黃大雷啊，係將個波已經開咗入嚟噶啦，咁啊俾咗咧自己嘅隊友梅方，梅方再俾馮瀟霆，馮瀟霆執咗過嚟呢個左邊嘅周正，周正唔去得，唯有俾翻佢細力，俾翻後邊走上前面走上嚟後邊攞波嘅呢個係于大寶，于大寶咧再送翻後邊俾翻馮瀟霆，因為一個于大寶一個黃大雷差唔多啊，咁啊結果累到機會講錯，好啦，梅方攞翻定個波先，細力俾翻黃博文，黃博文呢個真係好波之人嚟噶，再質俾武磊，第一時間送埋嚟中路，但可惜過唔到啊！呢個基拿馬法圖斯加佢一腳又大腳解圍，去到對方禁區邊緣，見到黃大雷啦出嚟啦，係將個波攞定。黃大雷都好犀利喎，如果我冇記錯，佢又行下天橋啊，又做下 model 啊咁樣嘅喎，呢位球員好犀利啊！即係望落去身材高大，相當之魁梧，亦都睇落去幾靚仔嘅。好哇，寶蓮奴啊，一個飛身啊，將個波鏟得出去橫邊，變咗係界外球啫。進攻路線左手邊，鄭智又俾佢鏟跌咗嘅，球證話冇事，個波係鏟到波在先，結果啊中國隊嘅界外球。喺進攻路線嘅左邊，香港隊嘅右邊3閘線抌翻入嚟，俾翻呢個馮瀟霆，馮瀟霆再差俾佢拍檔梅方，梅方執翻過嚟啦，俾咗呢個于大寶，于大寶俾翻後邊，再送過嚟啦，俾翻呢個梅方，梅方攞定，在中圈攞波界前場嘅黃博文，黃博文又交炮啦，交過嚟俾周正，周正一浪個波未出界啊，李志豪抱住佢，佢一腳斬開遠處冇用。張建鋒啊安全第一，頂到個波出底線，原來個波已經一早就出咗底線，喺底線裏邊彎翻入嚟，所以張建鋒頂得出去底線，都係球門球。球門球呢就葉鴻輝預備開出，上半場攻下，哇廿幾分鐘噶咯，22分鐘喎，仲未攻得入喎，我又玩下馬藝先，你驚唔驚啊？兩邊都冇咩正式嘅埋門，我頭先粗略咁計過，夾硬要計呢，中香嗰兩次啦，但係中國隊嗰次都真係好漏爆嘅，所以從場面上嚟睇就似乎同第一回合啊，即係相差甚遠啦。係嘛？即係第一回合仲好睇過而家喎。第一回合至少你睇到平英白硬啦，就只見雷聲不見雨下，但係問題今日嚟到而家為止，中國隊真係冇一句係正式埋門，同埋危險地帶能夠起到波嘅機會都唔高啊！即係起到腳嘅機會都唔高啦，係嘛？因為香港隊嘅密集嘅防禦網，你真係好難應付㗎，所以我就覺得唔好急咯，慢慢嚟咯。最不幸嘅都係逼和啫，俾對手就係咁簡單啊！好啦，咁睇下呢個中國隊嘅進攻又如何？結果亦都俾咧梁振邦一分得出去，最後咧葉鴻輝出嚟一分跌咗個波，吹罰咗中國隊，越咗位在先。葉鴻輝出嚟已經瞓得相當之靚，雙方都有體育精神，跌咗落地下，葉鴻輝即刻走埋去將佢拖翻嚟，啱，100%支持。
呢場波大家係公平交易，唔好搞出啲不如意嘅事件。好啦，咁喺禁區裏邊咧，葉鴻輝咧就預備開出咧呢個自由球啦。咁啊睇下咧香港隊嘅葉鴻輝點樣開發。咁啊，今日啊旺角場真係一片紅海啊，相當之犀利。好啦，葉鴻輝咧喺禁區裏邊右腳一篤，將個波篤咗過嚟前面，俾唔俾到自己隊友新組頭上一批埋嚟中路，過唔到梅芳，梅芳一腳回敬，去翻香港隊嘅後半場。呢個基南馬一腳送翻俾葉鴻輝，一腳解圍於大寶攞到，但可惜攞得唔靚，結果最後俾白鶴接喎，一腳長傳，即斯利喺呢個進攻路線嘅右邊同周正鬥去，終於周正將個波頂咗出去橫邊界外，寶蓮奴嗱聲叫住執波仔俾我咁樣。即刻抌咗過嚟，俾咗呢個李志豪一個橫傳俾梁振邦俾翻寶蓮奴喺進攻路線入邊一吸過一個，俾翻新裝嘅回傳有腳，後邊勾腳就係呢個鄭智，後邊勾跌咗呢個咧係寶蓮奴，咁啊球證係吹罰嘅，吹罰咗亦都有埋口頭警告啦呢個鄭智。咁結果香港隊有個自由球喺進攻路線嘅右手邊，啱先右翼邊陲對埋咧，大約係6碼，距離底線咧係23、4碼，咁啊禁區對出咧大約10碼到啦。好啦，咁啊睇下張建峰喺左邊走到過嚟右邊，用佢嘅直虎左腳去開呢個自由球。嗱，睇下呢個自由球開成點啦，因為基南馬法圖斯新組麥基冚唪唥上去，好啦，大膽近處冇用，飛過俾梁振邦一個遠射，可惜個波冇力，益晒咧呢個黃大雷係將個波一抱入懷。25分鐘嘅上半場，比數咧仍然仲係0-0喎。係啊，而家咧就香港隊中邊有個射門啊，咁啊即係可以射門嗰方面咧，大家咧即係香港隊有3次啊，如果夾硬計嚟計啊，咁啊中國隊得1次嘅啫，基本上。好啦，咁啊進攻右路，中國隊又嚟咯，張林鵬啊，將個波執到直線啊，再俾唔氣啊，好啦，有冇出波啦？好啦，再12分鐘中間雞啊，一頭仲一點嘅中柱啊，哇，好在中楣啊，哇，中落個揚咗好勁啊，但係唔緊要喎，個楣救翻香港隊先啊，見到於大黃國文咧將波執到中間，再俾翻左手邊嘅周正咧立翻波之後咧單對單對住寶蓮路。過唔到寶蓮路啊，偷咗個波啊！好啦，將個波沿住中間位置，麥基走上前邊。好啦，麥基立咗波之後，出翻後邊俾白鶴再望進攻右路又係自由嘅人啊，冇錯啊，就係新組嚟嘅。新組將個波立咗後邊，再俾咗前邊。好啦，上嚟 open left 上嚟咧就係啊即斯里，但係俾到無人地帶，變到俾中國隊嘅馮瀟霆立咗波之後咧，將個波打出重圍俾鄭智，再俾佢進攻右路嘅位置。咁啊見到咧就係吳曦啊，好啦，再單對單啊，而家對住張建峰睇過唔過佢啦，我哋養多兩種啫，打住一射只線低埋添啊，但亦都省中咗張建峰咧出咗去佢底線嘅。好啦，變相角球啦，咁啊中國隊咧就有一個嘅進攻右路有個角球。好啦，咁啊慢慢行埋去咧就見到咧就係黃博文啊，咁啊準備開呢個角球嘅。好啦，咁啊香港隊咧所有球員翻晒嚟噶，哇頭先嗰個頭槌嚇到我啊，因為點解嚇到我？我隔離嗰個係嘛阿馬毅突然間哎呀咁樣，大佬我都哎呀，我都好彩。而家個門仲喺度震緊啊！我記得個心震緊啊，唔係我哋嘅門未震緊啊！好啦，我進攻右路，我見到咧黃博文準備右腳外彎球。好啦，喺12碼前處嘅位置投咗一點，當然咧就係個基南馬點咗出去嘅，俾到咧就係俾周正第一搭翻去進攻右路位置，將個逼佢咧就過唔到基南馬投出點到前面新組。好啦，新組單對單而家2個打3個，好啦3個中國隊對2個香港隊上嚟助攻上嚟即斯利，好啦而家3打3情況下點樣咧？佢進攻右路，哇中國隊翻晒嚟啦！好啦，俾佢後處嘅位置投出一點，哎呀唔夠人頂，再嚟新組投出再點前，但係無人去接應，跟住見到咧黃大嚟出嚟收個波之後咧，將波逼佢喺左後防位置落翻嚟攞波，就武磊將波執喺中間於大寶，將波轉咗身之後咧，前邊就見唔到中國球員喎，就見到一個楊旭喺自己嘅左邊，但係而家終於慢慢上嚟就有吳曦將個波執翻俾後少少啊，咁啊隊長鄭智再執翻去右邊吳曦咧又沿住個波喺右邊嘅位置，你見到張建峰出嚟行佢，前面去唔到，再執翻俾後邊嘅張林鵬，張林鵬執翻俾中間啊，咁啊落嚟攞波嘅吳曦再變咗左手邊嘅周正。好啦，周正前面去唔到啊，再執翻中間武磊將個波又俾翻後邊中間線嘅吳曦再同一撞牆，但係亦都係俾梁振邦偷到個波之後咧，就俾白鶴執到前面俾寶蓮路，但係前面呢邊咧，大家哇力的表現啊，大家互騎之際，球證吹罰咗馮瀟霆。哇！寶蓮路嘅身體相當之強勁啊！哇，完全係擔住咧對方嘅馮瀟霆，咁啊馮瀟霆夾硬咧就用手用腳咧就撬低咗咧就係呢個嘅寶蓮路嘅。
好啦，咁啊球戰吹發咗啦，中國隊。咁李志豪準備開呢個罰球嘅，咁喺中線啦，數後大概6、7碼嘅10碼位置度啦。咁啊喺邊線數翻入去咧，大概15碼位置。李志豪一踢上前邊嘅位置，新組想頂，但係縮頭，咁啊俾對方嘅馮瀟霆頂出橫邊界外。進攻右路有個界外球，準備上去掟就係李志豪啊。咁啊距離咧就係底線咧就係18碼位置度。好啦，李志豪準備掟加球，咁啊走埋嚟幫手咧，應該就叫梁振邦嘅，咁啊同埋新組立翻波之後俾翻李志豪，好啦落到底線位置，出啦係嘛，一級過對方嘅球員，再喺隻左腳位置，再俾翻新組第一時間出到中間位置，頭上啲麥基又捉嚟啊，麥基啊捉咗皮出嚟咧，仲就繼續你停啊，突然間8號轉身一窩，你走去個進攻右路位置，再射，但係踢出去底線。亦都見到可 Sir 突然間伸隻手指攻出嚟喎，麥基好嘢！哇！我隔離嗰個係咪啊？哇！馬毅又嗌，你話，而家心跌咗出嚟未先？馬毅1-1啦，1-1啦，係咪？1-1啦。OK， 1-1啊！可 Sir 你嘅手指公，我真係慘啊！我夾住喺中間，左邊係紅色，右邊係白色，真係難講我真係。好啦，有嚟啦，周正將波執喺中間俾鄭智，鄭智轉個方向咧就俾黃博文嘅，轉個方向咧用進攻右路位置，咁啊張林鵬越帶越右啦波，再俾翻前少少嘅位置，好啦張林鵬立咗波之後得個前邊，好啦好晒喎，突然間俾黃博文大細窩你一踢上前前，點解省中咧呢一個法圖斯出去底線，哇呢段時間快打快啊！好啦，中國隊咧進攻右路有一個嘅角球，咁啊埋去咧就見到就係黃博文嚟嘅。好啦，黃博文頭先右腳就係外彎球冇錯啦，用翻隻右腳。好啦，進攻右路一個角球，你見到咧就係呢一個黃博文將佢開黃博文。好啦，前處嘅位置亦都過唔到新組頭錘點出橫邊界外線。哇，香港隊慢慢嚟啊！好啦，亦都係咧就見到黃博文走埋去又掟界嘅球喎。我唔掟。就俾翻張林鵬掟啊！咁啊位置方面呢，就喺距離呢個底線大概20碼位置，一掟上去前邊，又俾呢個嘅張林鵬第一個頭獎點前楊旭，哇楊旭一點之後呢，就高出咗啊！呢球波亦都係見到張林鵬啦，又俾翻呢一個嘅吳曦，再俾翻張林鵬一出個前處嘅位置，攝得到噶啦楊旭，咁啊但係呢就頂出咗啊，頂高咗，咁變相呢就葉鴻輝就慢慢嚟啦，哇俾人攻到頭都甩埋，但係唔緊要啊，一人一球中尾啫，即係都係打和啫。好啦，咁啊準備開呢個嘅龍門球啊，咁啊葉鴻輝擺咗個波就擺喺小禁區進右邊嘅位置。咁啊一踢上前，好啦打掂邊個咧？有叫新組啊，就壓啦，新組亦都壓唔到咧，就係鄭智再俾翻前少少於大寶，就執翻去進攻左路嘅位置啦，就係見到呢一個嘅武磊咧一個過兩個之後咧就夾硬咧想過呢個李志豪咧就超出呢個犯規，夾硬咧就撬低咗咧就係武磊嘅，咁變相咧終於球證忍唔住俾個黃牌俾李志豪啊口令令，我今次唔係第一次，你第2次啦，同你個號碼一樣嘅球證話。所以俾個黃牌你啊！好啦，位置方面啦，咁啊香港隊後備直頭係啊，咁啊直頭咧喺個中線啦，數前大概25碼位，咁啊喺個邊線數翻入去5、6碼度啦。好啦，呢個嘅黃博文將個波俾咗前面嘅周正前面去唔到啊，最終即係俾馮瀟霆嘅，馮瀟霆望噶啦，想斬喎，但係唔係斬喎，就俾中間隔離嘅梅芳先斬啦，一斬到大禁小禁區位置，葉鴻輝接晒，接完之後慢慢落定。好啦，咁亦都咧博咗香港隊嘅球員嘅同埋球迷嘅掌聲啊！好啦，咁慢慢嚟啦，咁見到葉鴻輝，好大腳踢上前啦，好啦，去正中間位置，有冇人去衝啊？寶蓮落去衝啊！頭槌唔夠人嚟啦，馮瀟霆一點跌翻前面黃博文再昂後咧，想俾呢一個嘅武磊，再俾翻黃博文，再一個 1-2 之後咧，黃嘅武磊去唔到，再俾翻後少啲周正一個過兩個，今日踢得幾好啊，周正啊！咁啊，將喺前面俾翻中間嘅鄭智執翻去佢右邊嘅梅芳轉方向啦，冇錯啦。咁啊，掃把腳執去進攻右路嘅位置，俾張林鵬嘅，再執去中間嘅位置啊，就俾呢個吳曦好似照咗位喎，咁啊轉到中間嘅位置喎，咁啊執翻後邊啦，咁啊鄭智兜頭帶順之後咧，再轉個方向左手邊馮瀟霆想俾左邊嘅周正唔去啊，叫翻右腳俾分鐘中間落嚟攞波嘅黃博文啊轉個方向啊，俾梅芳，好啦過晒半場去3閘線位置，佢執佢進攻右路位置張林鵬，再同呢個國爾大寶將撞長張林鵬，好啦再個底線位置，哎呀太大力啦！葉鴻輝即刻即係雙手衝咗出嚟之後咧，就打起佢左腳飛咗上去，然後咧將個波踢走，點解呢？咁啊因為見到咧法圖斯就瞓低咗。
咁啊呢度咧就喺度嘈緊咧，就話咧就衝門啊，咁啊楊旭咧有少少咧就踢到呢一個法圖斯啊，咁啊所以咧就見到咧就啲中國香港隊嘅球員咧葉鴻輝啊等等啦，咁啊衝埋去呢就少少理論，咁啊球證就望一望法圖斯咩事幹先。好啦，咁啊亦都咧，又冇問題喎，應該又起翻身嘞喎。係啦，咁啊，亦都係見到咧，就葉鴻輝同埋基南馬咧講兩句英文，即係話，喂，繼續啊，頂得住啊！上半場而家34分鐘，我哋仲係0-0咋，仲有每人一條柱一條眉啊！唉，哇！香港隊好似咧就上一場作客咁樣喎，中眉有剩喎，有咩心？你點樣睇先而家？其實咧打到成30分鐘，應該係27分鐘開始咧，雙方嗰個節奏係明顯加快咗嘅，亦都有2次嘅中楣啦，都睇到咧，即係嗰個嘅到肉程度咧，會比起之前會嗰20分鐘咧都會肉緊啲啦。咁但係其實就我諗整體而言呢，中國隊因為都係控制嘅控波嘅時間會更長，而且壓制喺香港隊嘅半場嘅機會會更多啊。咁啊，大家都好淡定啦，至少呢個時候大家都唔係話打得好急。港隊就算係防啦，其實喺睇反擊嗰下咧，其實都會仍然係有一定嘅銳利度，所以中國隊嘅後防必須即係要集中精神啊，千祈唔好去到咧埋尾嘅時候咧，先至有咩差池。係啦，冇錯啦，咁亦都見到咧就新組咧立咗個波之後咧，將個波執翻後邊嘅張建鋒嘅，再俾翻進攻左路嘅位置叫新組，想立個波之際咧，亦都係太心急啊！而家再得住身位啊，得住對方球員，哇兩個埋嚟，自己督個波俾于大寶啊！于大寶將個波揈到前邊嘅位置，好啦，楊旭對住基南馬同埋法圖斯過咗兩個好在快嘅基南馬腳長，將個波一腳身前啊，再俾翻呢個白鶴咧，見到後邊有追埋嚟咧之後咧又失咗咯喎，哇慢慢嚟啦，唔知鄭智立咗個波之後咧，就係慢慢去進攻左路位置，見到武磊立咗波上嚟 overlap 上嚟咧就係周正前邊同佢轉360度之後，將即刻前邊嘅位置亦都過唔到基南馬頭槌一頂翻前面嘅位置，但係都俾梅方立咗個波喎，立咗波之後咧，但係咧去唔到，就彈翻前邊嘅位置於大寶，再彈翻後邊嘅馮瀟霆。好啦，鄭智將個波立咗波兜頭大順，好啦望一望有兩個香港隊球員跪住佢，但係你形容如果武磊一個後腳俾前面楊旭，但係慢啊，楊旭做得靚啊，但係咧呢個武磊做得靚啊，但係楊旭咧就唔為意啊。好啦，唔緊要啊，將個波大腳踢翻上嚟，又係落翻中國隊腳下。咁慢慢嚟就馮瀟霆喺自己後防位置，將波俾翻右手邊嘅梅方。好啦，梅方將個波咧就過半場嘅位置噶啦，就執喺中間呢，就係俾黃博文呢，就再俾翻梅方過晒半場噶啦，已經去到香港隊嘅30線位置，再執去進攻右路嘅位置張林鵬，再執到前邊嘅于大寶，第一時間帶翻後邊俾個黃呢個唔起，好啦入到禁區位置噶，已經過唔過到？係啊，過唔到啊，再轉個方向嘅位置，再俾翻後邊嘅位置張林鵬。斬唔斬？唔斬啊！因為你見到咧就張建鋒咧就係扛住佢噶啦，慢慢嚟啦，佢側嘅前邊俾唔興，喺自己進攻右路，嗱到底線嘅位置去到前處，但係好在呢個基南馬咧頭槌點前，再俾翻呢個嘅新組再夾硬呢個倒掛踢緊上前，但係無人地帶又俾中國隊球員攔翻。好啦，見到梅方再俾翻馮瀟霆，再進到左邊嘅位置周正喺腳12碼啲位置，葉鴻輝搞掂。一接住個波之後咧，有少少天殘腳嘅，硬到于大寶。咁于大寶咧落翻嚟之後咧，就係咁望住葉鴻輝，你冇嘢啊嘛？葉鴻輝，但龍門係咁噶啦，邊個叫你埋嚟啫？埋嚟一定要食一腳噶啦嘛，係咪先？龍門大晒噶嘛，禁區裏邊。好啦，咁啊頂翻過嚟之後咧，咁啊見到咧中國隊咧就輸咗嗰個界外球嘅。咁啊，李志豪咧就將個界外球掟上前嘅啦，喺中線數後大概10碼位置，一掟上去寶蓮路喎。咁啊掟咗上去之後啦，咁啊變啦，哇！可 Sir 點解佢個波咁樣啊？啱喎，我話啱喎，點解呢個寶蓮路攞咗佢又唔攞，彈翻佢自己嘅腳啊出咗嚟？呢個咧係橫邊界外，乜界外球咧就係中國隊嘅。周正嗱聲抌入嚟啦，俾咗馮瀟霆細勢力俾佢嘅拍檔梅方沿住右路咧推進，再右邊有個張林鵬，佢唔俾，佢俾翻中間嘅鄭智。今日嘅鄭智好似好沉喎嚇，唔係幾好咧，上嚟咧助攻嘅，全部咧就由呢個黃博文咧去操縱。好啦，個波細勢力俾翻梅方攞定靜之後叫佢上啦，佢自己就喺度褪，喺中間度褪，咁啊唔知係咪真係有少少陰影啊？一埋到去咧，佢就肯係走頭啦。好啦，咁啊而家波最後俾翻落嚟咧，呢個咧係馮瀟霆引球出擊，去到3閘線一腳，都唔知佢送咗去邊，送咗去底線，變咗咧就係球門球。球門球咧就葉鴻輝咧就預備開出，38分鐘嘅上半場，比數咧都仲係0-0啊。
雙方係打成平手。咁啊見到金判坤就相當之肉緊，教嗰啲球員點樣。相反中國隊嘅教練啊係佩連，唉，佢好似之後淡定咁喎，企喺度佢冇符啊，佢唔係之後淡定啊。我喺第一場都話呢位教練唔係咁掂，真係唔係咁掂。即係佢處理嗰啲球員嘅調動咧，完全係冇用嘅，即係完全唔識得運用啊！中國隊球員嘅好處喺邊度，壞處喺邊度？我相信佢唔知啊！咁啊，所以咧令個調動嗰方面係好令人失望，所以佢最後咧就俾香港隊喺客場咧係逼和咗呢個中國隊啊！如果佢嘅稍為係能夠調動得宜嘅話咧，我相信係可以贏到香港隊嘅。好啦，咁啊而家咧仲係0-0啊！好啦，周正又嚟過喺個左邊，同阿武磊兩個咧就硬係眉來眼去噶啦，你埋去我就去走開嚟，最後俾黃博文架炮，架唔到，俾翻喺後邊嘅馮瀟霆，馮瀟霆推順喺中遠開波界嘅前半場，係咪射啊？唔係射，佢側過嚟俾武磊，武磊攞定一斬遠射，又俾法杜斯頭槌一頂，頂翻出嚟一射嘅黃博文中柱。哇！呢球波黃博文嘅施射又中左柱，咁啊俾咧呢個球香港嘅黃國祥救翻咧呢個咧係香港隊2次，但係亦都救翻中國隊1次。睇下香港隊有冇機會，你又幫中國隊救翻1次。好啦，鄭智喺中路攞定個波先，寶蓮奴埋追佢，佢細力猜俾武磊，武磊一攞波，李志豪快一步將個波踢，又踢翻去中國隊嘅後半場。呢個黃大雷啊出嚟咧，將個波攞住，細力俾馮瀟霆，已經去到上半場嘅40分鐘，仲係0-0，雙方都仲係打成平手，大家都有入球嘅機會，但係可惜大家都攞唔到，最後呢個麥基連個波都攞唔到，出咗橫邊界外。佢或者係好處嘅，因為如果出咗界外就佢抌界外球啊嘛，香港隊抌界外球，所以佢就好似特登唔攞界外球咧，就將張建峰啊上到嚟中線附近，一抌俾呢個麥基頭槌線翻過嚟，但係俾翻嚟夠格嘅楊旭啊，係鄭智截到，俾咗武磊俾楊旭，楊旭再晒于大寶側中喺右邊個吳曦攞定俾翻于大寶，又細力俾黃博文一攞波，寶蓮奴埋機會搶甩咗，好在佢都俾到吳曦，再送翻後邊嘅梅芳打橫送咗過嚟啦，俾咗呢個馮瀟霆一攞定個波，係咪斬啊？冇辦法，斬唔到。因為前面有個新組喺度，佢就猛叫自己都有，點解唔衝埋中間呢？咁樣冇辦法之下呢，唯有俾翻後邊嘅呢個呢梅芳細力俾呢個張林鵬喺右翼邊陲將個波帶翻埋嚟右副位，細力再督佢吳曦俾翻佢，但係過唔到張建峰個波就落翻落嚟吳曦腳下，吳曦想話單打獨鬥入線，但係都冇用啊！鄭智呢個波犯規啊！鄭智用個膊頭一得做咧，呢個法圖斯咧係成個飛咗出去底線之外，中咗嗰啲廣告牌，啱啱踢中嗰個一剔嘅廣告牌，唉，咁啊好在咧冇乜事，結果就6碼點啊球門口，42分鐘比數咧都仲係咧呢個0-0啊，雙方都仲係打成咧呢個平手。好啦，葉鴻輝咧喺6碼點嗰度，差唔多6碼點啦，係有一個咧係自由球嘅。咁啊，仲未開出啦嚇！一腳將個波差唔多去到中線附近，一落嚟咧見到咧白鶴頂到個波嘅，但係頂咗落嚟咧呢個馮瀟霆頭槌頂翻過嚟俾周正俾梅，呢個咧係右手邊嘅武磊，左手邊嘅武磊俾翻馮瀟霆一腳長傳，楊旭去啊！睇下呢個波去唔去到啊？但係去唔到啊！喺左翼邊陲嗰度。吸來吸去，武磊埋嚟幫佢一斬個遠處，頭槌一頂冇用，因為張建峰啊力壓對手嘅呢個于大寶，結果個波咧係俾咧呢個葉鴻輝咧係沒收咗之後，慢慢帶出重圍，睇下喺禁區邊緣嗰度右腳一腳一放，個波好高啊，20樓咁高揼落嚟，馮瀟霆頭槌一坐，最俾咧呢個白鶴頭槌一點翻過嚟咧，俾咗咧呢個白鶴再俾呢個積斯利細力一個回傳，想話去攞波嘅呢個咧就係積斯利係想落手噶，哇！呢個波咧機會踢死咧呢個咧李志豪，因為啊呢個武磊一起腳嘅時間咧，李志豪個頭已經到啦，頂咗個波在先，頂咗出去橫邊界外球，
中國隊周正撳翻入嚟啦，俾翻呢個梅方，梅方喺呢個左邊帶過嚟，右邊俾咗趙林鵬，趙林鵬咧沿住咧張林鵬啊，我講咗趙林鵬喎，趙林鵬咧係呢個70年代嘅球星嚟㗎嚇。好啦，咁再送翻過嚟俾于大寶，于大寶細力俾啊呢個吳毅，吳毅再側過嚟啊，呢個咧右邊上嚟助攻嘅張林鵬，張林鵬以右翼姿態出現，但係過唔到啦呢個張建峰啊，最後俾張建峰連波都偷埋，細力彈出嚟俾新組，新組一得住對手又拱啊，咁球證啊吹罰咗啦呢個中國隊。嗱，新組有一樣嘢，佢一攞定個波咧，佢就企咗喺度。企咗喺度咧，佢唔喐，咁你埋嚟咧就肯定撞跌咗佢。不鄭智埋一撞，成個將佢撞跌，球證係吹罰咗就香港隊嘅自由球喺自己後半場嘅左邊三閘線。張建峰一腳開過嚟前場，又俾啊呢個咧梅方快一步頂贏咗，最後落翻落嚟梁振邦作下，梁振邦俾新組頭轉咗一輪又俾錯咗人啊！新組你做乜鬼嘢？今日好似腳軟咁嘅。好啦，咁啊最後咧呢個張林鵬咧攞翻定個波，送翻埋嚟俾張博文，張博文咧黃博文再攞定個波，沿住左路推進，周正上嚟幫佢，俾咗周正吸到李志豪，但係李志豪快一步，呢個波係香港隊波啊！香港隊最後咧係踢翻落去周正腳下，出咗橫邊界外球，周正預備一斬過嚟，最後又俾白頭錘頂出落嚟，寶蓮奴家，寶蓮奴一吸過一個，再過第二個，整個直線俾啦呢個麥基快一步，但係最後過唔到呢個馮瀟霆，頭錘一批咗啊！呢個咧武磊批落嚟，哇！呢個波你自己攞嚟衰嘅，我講俾你聽，係自己攞嚟衰嘅楊旭。點解會自己攞嚟衰呢？因為呢個波完全都攞唔到噶啦，俾咗啦呢個呢係基拿馬法圖斯嚟噶，俾法圖斯上去，佢喺後邊間粗踢咗呢個法圖斯，喂，點解你唔停啊？咁樣停咩啫？嗰啲波係進攻緊噶嘛，球證冇吹罰啊嘛。雖然鄭智係跌咗喺度，但係球證冇吹罰喎。咁球當然球員要去啦，佢係走埋去鬧球證咁滯，哇！咁粗踢跌咗呢個法圖斯，所以就一個黃牌警告。楊旭咁啊，中國隊咧已經有2個球員有黃牌在身，一個就楊旭，一個就張林鵬。好啦，自由球咧就係香港隊嘅45分鐘，頭先保持幾多？1分鐘都啱㗎，因為完全冇乜停頓啊嘛。好啦，咁啊只係受傷，有2個球員瞓喺地下。好啦，自由球開翻入嚟，俾咗張建峰細力俾呢走咗左邊嘅呢個咧係寶蓮奴一上去，但係可惜個波亦俾人踢喺最底線啊！有個角球啊，無端有個角球，大中係搭正噶啦，嗱，球證係唔保噶，角球可以隨時吹停你噶，香港隊快脆啲啦，搭正45分鐘，睇下有冇喺呢個機會打開呢個紀錄，左邊角球。一斬張建峰起門路，頂到嘅新組一批咗喺微魚頂略微魚頂出界。上半場嘅45分鐘就打完，比數都係0-0啊！但係大家都有入球機會，中國隊有兩個都係楊旭，一個就中楣，一個咧就係頂得出界。咁啊，另外咧，香港隊咧，一個就中楣嘅，一個中楣，一個中柱。咁啊，另外麥基亦都有一球係中楣。咁啊，上半場45分鐘就打完，比數咧就係0-0啊，雙方係打成平手嘅。